远的故乡，高高的月亮，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新月光。走了一步，眼泪掉下，再会吧，我的心上人。好像你在我的面前永远永远不分离，轻轻的高山，茫茫的大海，爱你像大海那样深。当你要离别的那一天，少了你在我的身边，遥远的故乡，高高的月亮，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新月光。走了一步，眼泪掉下来，再会吧，我的心上人。身边，遥远的故乡，高高的月亮，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新月光。走了一步，眼泪掉下来，再会吧，我的心上人，再会吧，我的心上人，再会吧，我的心上人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这首歌曲叫做《再会吧，心上人》。再会吧，心上人。这首歌算有一点年纪了啦，吼老拿国语歌曲来讲吼。后来感谢咱线顶坐坐观众朋友哦，准时收看咱义大破歌声的节目，嘛感谢恁的收看，佮感谢恁的安怎默默的破歌声吼，足感恩的哈。来，谢谢我们的木火大哥、红怪阿姐、咱的荣中大哥、秀仁大哥，谢谢我们的连贵大哥、芙蓉姐、还有咱这红怪姐姐哈，平学的哦。金华姐啊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咱的坤星哥哥来自文良大哥，也有神树哥哥玉轩哈，谢谢咱的金子姐姐。金子姐姐你好哈，感谢你的捧我声吼，剑山大哥、明华哥哥啊，感谢咱尤大哥、尤大嫂哦，默默这个捧我声哈。来，今天的节目咱叫做义大捧我声，就是义大捧我拄只这个歌声。老师啊，这时间晃得过哈，你看嘛，这首歌曲上无超过这35年、40档有吧？绝对有，绝对有的吼。哦，这是原住民的歌曲了。是哦。来讲就这他也有那种无路路的。这款就这款音乐的时阵，嗨，这是咱这台湾这特有的。哦，是，特殊的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台湾的心情真幸福啦。你也就讲，也过去伫像这个中国大陆，迄边遐的时阵呢，是一个这个戏曲民谣啦，北京的时爱看这个评剧，对，那做这个闽南这边就这个看歌戏，就这民谣安尼。对。到这个门户洞开了后，即摆现主席已经变成做这国际村啦，对啊，国际村啦。
西洋乐啦，是什么拉丁的啦、南美洲的啦嘿，包括像这美国的啦嘿，英国的啦、日本的啊，啦，手机啊，骨折都看到哦。拢总伫咱做这个咧，这个台湾，而且像这个发光发热，是的。还是。好来哦，感谢线顶咱各位民众各个训练者啊哦，我大家直直上线看下，预先谢谢你们。真欢喜。对啊，所以讲咱吼时间伫咧过足紧的，你看嘛，这首歌，哎哟，我迄时阵才几岁，10外岁啊尔，时间看过时阵超过40冬啊，所以讲咱的身体吼，咱啊一点一滴的时阵，有的人观众朋友就讲个做吼，啊，我来一年不如一年哈。嘿啊，那安尼旧年的时阵吼，伫咧行路的时阵，我若安尼行即段路吼，可能20分就行到啊。今年无共安尼，我安尼行一逝安尼飞一个来时阵吼，哎哟，超30分才行会到呢。迄有当时咧骹步吼，较无通遐轻啦。咱大家吼，拢有感想啦。我家己本身的感想是安尼。嘿，咱这个身躯、这个身体吼，是从这个时间来雕刻出来的这个地图啦。是哦。安怎讲呢？咱少年的时阵呢，咱就一笔一画，来甲伊画起哩。哦，要较像这个呢，年纪较济当中时呢，一寸一寸都行出来啦。有的时就像这个腰伫咧压啦，有的时阵呢，腰酸背痛以外的时阵，佫有像这啊驼背、翘骨哦，翘骨啦，毋是讲像这因为脆弱，是因为像这是岁月行过的这个远热。安尼哦。你像讲我进前的时阵呢，伫这个市场啊，有当时我嘛去买菜呢，是，食我喜欢的物件，安尼啊新鲜的物件，摕当去烹饪一下。对。我来去拄着一个进前我熟悉真久一个阿婆，打今年打到90外。90外岁哦。翘骨的时阵呢，嘛是咧翘骨啦，绝对翘骨袂阁亮点嘛吼。系啊，笑起来是嘛是共款足温柔的。哦，这若90岁啊，真正足无简单的啦吼。这较早足做的。是哦。伊讲伊较早少年的时阵呢，伫像这个田里内面伫咧做田啦。做田拢嘛爱锯咧。爱布黄啊啦，爱烧草啦，拢爱锯的啊。若洗衫的时阵呢，嘛是爱锯咧。就拢锯咧，拢锯掉。这个日子的时讲实在是，过了真辛苦。对。像这腰伫咧疼，包括这个翘骨安尼吼，伊嘛拢一直拢总忍落来安尼。遐后来的时阵呢，像这个弯啦，甲像这腰的时阵呢，足落韵呢。哎呦，疼到落韵咯。关起就对啦，有够厉害。安尼时阵，共款一步一步，嘛是怎安尼翘咧吼，翘骨安尼，忍受迄个痛苦，也嘛未讲要去看医生咧。以前人真正吼，讲做到翘骨就是安尼。哦，以前人足病，以前人足病的啦吼。拢安尼疼，就甲啉，还是讲就安尼锯咧吼。做工课时阵安锯对无？洗衫时阵安锯啊。咱补黄的时阵安尼锯咧对无？但是你若向讲掰开伊迄个时阵，你感觉讲我哪会遮酸遮疼着？所以讲以早古早人有足侪翘骨是安怎？做甲翘骨，因为伊若春开的时阵吼，要春滴了后，伊会反而不舒服。拄啊即个角度的时阵吼，煞变习惯去啊。疼甲习惯啊，就像阮老师咧讲讲，疼甲习惯啊。所以讲以早的人吼，就安啉，就毋知影通要保养啊。佫有一句话讲吼。食苦当作食补啦，但是你若如果讲因为这辛苦白疼，已经算扭曲了，翘骨去啊，也是讲像这个腰酸背痛是，这是绝对的形是讲像你工作你的姿势，对，像这个过程的时阵，这个呢，这有做职业病，对啦，这个要注意。但是即摆的人吼较袂啊啦，即摆的人若艰苦的时阵会晓看医生。若讲做正经伫咧酸，生骨刺也好啦，龙骨伫咧疼去担着的时阵，你讲无咱医生看者，佫有煞人做复健，袂像讲以前人，当然咯，像即摆人伫咧酸疼的时阵，你甚至就讲坐咧时阵这个角度会比较好，还是讲坐咧时阵这个角度会比较好，但有的人会安怎选择性讲去看者医生啦。去做一个复健呐，还是讲食你着啥讲龙骨若翘起的时阵，迄有当时就骨膜骨想无去啊嘛，你就是爱补充嘛。你着豆甲补充转来的时阵，我你讲掉到里面我你讲都安那剩会滴
行会远，坐会调啦，安尼知无？好，谢谢大家吼，来感谢哇，今仔日呢，侪观众朋友哦，蔡文姐啊嘛上线哦，荣华大哥、训练姐啊，吴明忠哥哥吼，吴明忠哥哥拢会甲我讲，爱唱啥物歌才会好听哦吼，一寡老歌。我没有动，老师动。没的。不是。可以。不是。来，快点哦！后来，老师啊，今晚咱先来，那导播哪停者吼？到底是都出问题？来，咱今晚要来准备点歌哦，点歌哦吼！今日安排6首歌曲，来6首歌曲哦吼。头一首歌曲是《今夜又搁跌落雨》。落雨，落雨，落雨，又搁跌落雨，听到雨声，心肝会艰苦。来，搁选了一首情歌对唱，男人情，女人心。查甫人的情，甘愿为爱拼一生；查某人的心，甘愿为情来牺牲。来，第3首哦，雨绵绵，情绵绵。是一个蒙蒙落小雨的暗暝，窗外雨水的声音。扰乱在耳空边。来，第4首歌曲哦，你是我的生命。我袂甘愿献予你，宝贵的生命。第5首，关仔岭之恋。命顶风光吹，春风吹微微，满山花开正当时。第6首，温情深似海。凉海风，最是美。你咱相纸行海基。好来，以上有6首歌曲哦，即摆美华姐姐嘛上线吼，来邀请观众朋友准备来敲咱头前这线电话，咱来点歌8326317317。哎，中华关市直播，华关市加一控诉就可以啊哈！邀请咱全国好朋友、新朋友、老朋友，拢总甲卡开。今夜又搁咧落雨，男人情，女人心，雨绵绵，情绵绵，你是我的生命，关仔岭之恋，温情深似海，谢谢。高山茫茫的大海，爱你像大海那样深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来美小姐，邱小姐，美小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今天要听到您好，嗨，您好，好，我要点那个6号恩情深似海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好，谢谢，我给下开哈，好平安哦。文东哥，哎，是咱的坤星哥哥。嗨，坤星哥哥。大家好。哎啦，今天要听到一些5、6。 5跟6啊。我那俩好了。哦好，我下开哈。温情是哦。谢谢平安哦。喂，你好，徐妈妈。哎，我点4加5。是甲5。哦，我下开哈。啊，好，谢谢你，平安哦。好。喂，你好，文东哥哥。哎，王林你好。嗨。今天张林老师你好。好。我听2跟5。哦
2跟6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谢谢，高平安哦。好来，文秀大哥，喂，文秀这样。欢迎你好。啊，这你好啊。我点你是我的姓名。好，无问题。今年又搁在落雨。哦，好，我写开哈，这是好，谢谢，欢迎，谢谢。好，平安哦，嘿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哎，秀梅姐。哎，喂。阿梅姐你好啊。你今日要听倒一首？喂，阿梅姐 ，Hello。安尼。哦，安尼有听无？啊，甲温情深似海啦。你搁讲一摆，来。原来你也自然啦。哦，好。温情深似海啦。好，没问题哦，嘿。好，来，好。好，平安。来哦，尤大嫂。喂。阿嫂你好啊。帅哥老师好。好。哎，我来A加5。哦，好哦。好，谢谢。我管他俩机轮哈，好，谢谢哈，平安。哎，你好，玉轩姐姐。你好。好。嘿，我要点第5甲第6。安尼啊，哦。好，谢谢哦，两位主持人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玉轩大姐，平安，谢谢你。哎，你好，申叔哥哥啊。哦，帅哥美女好，大家好。好。今仔想要听到。来选男人情女人心，甲关仔岭之恋。哦，好哦，没问题。好，好，我先甲写开哈，感谢咱的申叔哥哥哈，平安。谢谢。来，叶大姐。喂，你好。好，今仔想要听倒一首？听第几首？啊，温情深似海。第6首。好，无问题哈。好，谢谢叶大姐哦哈，平安，谢谢。来，佳佳。欢迎。嗨。今仔好。今仔想要听倒一首啦？你是我的性命。你是我的性命。关仔岭之恋。好的，感谢佳佳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好，来，金面姐啊。哦，你好哦。来点关仔岭之恋。哦好哦。哦，这首歌曲真济观众朋友介意哈。好，我下台哈。好，谢谢来金面姐啊。来哟，红乖姐啊。新人美女电机长虹6号恩情真是好，谢谢，加油！红乖姐哦哈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宋华姐。哎，你好，男人情女人心。好，安尼我写开哈。谢谢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顺天哥哥。两位主持人午安，我要听第5首《关仔岭之恋》。啊，你好，蔡文姐啊。欢迎小姐啊。哎。我吼，点第6首，我搁要甲你讲一项代志。你等下，安尼即马讲吗？你甲送。你安那？哦，好啦，会使啦。哦，我搞加油哦，我是讲主要都毋是讲到时间哩安尼。啊，谢谢啦哈。安尼。安尼，你讲者人客听者，你来，啊你莫讲名就好啊啦吼。好，你等我，你讲喏。市场迄足咸的啦，啊，毋过真俗啦。哦，真俗哦，无共款啊。嘿啦。吼，我跟你讲，若食着放任迄吼，咸酸甜吼，绝对你观众朋友你搁去外口食的，哪有可能共款？嘿啊。啊，当时迄寄来。这礼拜头拜6进前，互恁教。啊，唔好拜6啦，拜5还是拜？啊，无就爱后礼拜1。好，你后礼拜。好，后礼拜1咯。咱用真爱甲讲，唔好临输买物啊。无要紧啊，喙食物也要紧，吼。好啊，这我下台嘿。好啦，后礼拜1咯嘿。好，谢谢。来哦。喂。老师你来，黄妈妈。嘿，黄妈妈你好。要点歌。倒一首。点今夜又过咧落雨。哦，我下开哈，来谢谢我们的黄妈妈哈。好，平安嘿，好来，谢谢，来婚人姐你好，婚人姐啊，哇，阮婚人姐也无看哦，武忠大哥好，哦来，武忠大哥你好，喂，武忠大哥，哎，要听到一首，温情深似海，啊，无问题，我甲你写开哈，好，谢谢我们的武忠大哥哦哈，好，感谢来。今仔点歌，甲这杂志哦吼，今仔上侪人点的就是迄个《关仔岭之恋》。这首歌曲方面来甲咱献唱吼，嘛感谢阮拄则线顶咱这个吼
今天是安怎？蔡文姐啊，哈，我已经换过了。来，蔡文姐啊，吼，讲吼，咱迄咸酸甜啊，咸酸甜观众朋友，恁也知，咱有甲咱即马预购的啦，吼，预购的大概有差不多500包预购的，因为呢，无货，完全无货，啊，迄物件毋是速成的，一定要经过安怎？爱拍过吼，啊制作过程，所以讲真侪时段讲安那也袂来，我敢若即2工啊吼，啊，自上个月顶个月月底开始接到今仔日的时阵吼，其实我逐工拢总接即个咸酸甜的问题吼，啊，我直接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吼，已经到啊，但是即马伫咧包装，伫咧包装，伫咧包装的时阵，差不多这个礼拜5可以出货。但是，互恁收到的时候，应该在下个礼拜1，好不好？恁若有甲芳林港领预购的人，下个礼拜1应该可以让您拿到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后来一首观众朋友所点唱的歌曲，谢芳林小姐，歌仔俩之恋啊！秀峰、姚兴哥哥、陈树、碧云姐啊，感谢咱的剑松大哥、顺天哥哥、红白姐啊，恁的捧我声，谢谢咱的明华哥哥，跟咱的尤大哥、尤大嫂。好，谢谢。
来，拄则芳玲伫咧吼唱这首《关仔岭之恋》时阵，线骹吼有足侪咱观众朋友拄则听到阮彩芬姐啊伫咧讲的时阵，敲电话开呢，一直要甲芳玲加油吼。当然，恁今仔若甲芳玲讲的迄个咸酸甜的部分，我们都在下个礼拜才可以让你收到。好来，谢谢。对，就是咸酸甜啦吼，啊咸酸甜吼，尤其是咱的咸酸甜无共款。哦，咱注重吼，伫咱的节目推广，互咱观众朋友了，观众朋友才讲，哦，原来咸酸甜会当做甲遮尔好食，佮无籽，啊，佮咱一包一包，哈，是咯，哦来，哦，啊，佮咱一包一包吼，方便，啊，出门的时阵吼，拢安尼想着甲缀一挂，踮咧裤底啊，我讲吼。咱注重推广即个吼咸酸甜了，足侪阿姐讲吼，人会变足好诶。即马像咱彩芬阿姐若来时阵，人拢讲啊，彩芬来啊，彩芬来啊，彩芬来啊，创啊，互伊裤底啊拢有地啊，地2粒啊，对无？啊无啊，一人拢总啊，人讲啊，食甜啊，对无？吼啊，喙咧，咱人吼，尤其是咱一寡时段，下晡时啊时阵食饱饱对无？像即个时间下昼装到12点外食饭食，即个时间拢都饱饱，啊，哪会敢若佫袂消辣？你著安那甲一粒啊，豆柑啊，好，现消辣。哦，这足侪时段讲做吼，有影，那恁迄吼，迄美饼迄啊，真正是足消辣的啦吼。好来，啊，即马咧要来准备哦，哦，互咱观众朋友要来要歌。今仔要歌的时阵吼，送无共款的，我要来送咱一领石墨烯的被子。哦，观众朋友讲吼。重礼哦，吼，绝对爱较重礼，不等不拢送共款，对无？来，我今仔送咱石墨烯的凉被，这凉被吼是无大，无你看安尼指开，无大领对无？其实伊是5尺6尺啊，是大领的，大领的啦吼，伊这是算大领，但是呢，就是讲一人份的，这领叫做下凉被，凉被就是讲咱热天的时阵。伫咧吹冷气，也是讲咱伫客厅，咧吹冷气，伫咧看电视的时阵，真正是上介好的哈，吼！而且吼，伊这是石墨烯的，做甲安怎？做甲双色，做到双个颜色，内底佫有银离子，吼，抗菌除臭哦，吼，有弯切外线，佫有负离子，吼，这领是3合1的哈。哦，观众朋友，这领无共款的哈，你加起来你就知影，你会当出，会当加。吼，做安那冷气间啊时阵，咱若咧吹冷气吼，啊，得一领薄被啊，吼，安尼倒掉咧，吼，就是摕即领上介好啊哈。来，今仔送即领哦，准备哈2首歌，无你。即内底歌词敢若有哦，有个字。我来流浪到台北，已经过7年。想起迄当时，甲伊来赴你，一时阵在转。上出泪滴，虽然是男儿立志，虽然是男儿立志，有愿心稀微。在玻璃窗，予阮想起着故乡伊一人。
样命去人？为怎样命去人？人生有路难。看见着彼边山顶，孤雁号无停。手机妹啊，不是阮无情。将来你咱幸福，甲人有比拼，才着来流浪打拼，才着来流浪打拼，也是为前程。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讲咩咧？要走去台北，啊，像这种做拼真定。这个歌是林强的时阵一个灵感，是我这无应当时。会不会没有电？但是我这拢买去了呢。喂，你好，丽娟。好来，继续。哦，我写开啊哈，谢谢我们的。林强伊在向前行，运动的时阵是受到这个歌曲，后来要流浪去台北，要去车拼的，要去拼伊的真定的。后来继续的时阵，要搁来甲献唱一个《传音节》。早前差不多20几岁出道的时阵嘛，一个真受到欢迎的一个歌曲。着你来流浪他乡要做你，处来繁华都市，暗中欢喜。大声叫着你名字，你敢无听见？为怎样拢无消息？爱情。写批予阮时代把你看见，阮也有找着所在，拢无你，一时心内暗惊你，伤心目屎滴。你到底走去倒位？爱情，厝外来要找你，颠倒心爱比，你也无当情阮是可怜有你。为
为着爱你走天涯，痛苦谁人知？要叫阮怎样安排？爱情。这首歌叫做啥物名？5字5字。来电话卡一摆，0483263117的专线电话，来甲要歌名参加抽奖。今日好礼要送互你哦。我来把握机会，把握时间，我这边来甲走一段热门的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公布答案。非常感谢安主席，阿里嘎多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来，咱即摆做这诱歌的这个时间，要来甲做一个杂志，要来甲公布答案。公布答案。流浪到台北，流浪到台北。安尼足清楚的无吼？我来第二首。嘛是5字啦，5个字哦。大声叫着你名字，你敢无听见？为怎样拢无消息？爱情。好。谢谢大家。天涯找爱情。哎，这拢总又对了哈，足厉害啦，愈来愈棒棒啊哈。好来，谢谢大家，来，感谢啦。啊，明仔载再搁较早开哈，今仔靠开啊那时间的关系，对，已经尽力甲恁接了。哎，而且今天只有我在接电话呢，哈，我们休假。我来讲吼，咧备货备到真的很忙，所以说今天只有芳玲小姐一个人给恁接，就接这些啊吼。好，谢谢啊，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歌曲。啊，我吼芳玲甲咱观众朋友来进行广告，啊，今仔广告一定爱听啦哈。你像讲做啊，江林讲去拄着因迄一个长辈阿婆啊，阿婆啊，哎呀，90几岁啊，做甲久去啊，对无？即摆人毋好做甲久去啦，小看怪怪。艰苦的时阵，就爱调养，就爱保养。伊特别甲我叫呢。特别甲你叫。讲你嘛，我拢看咧节目。我这边演主持加偌舒服咧。安尼啊。系啊，我有听你的话啊。伊有看咱的节目，有听阮两个话，吼。啊，观众朋友，你若安尼真正真艰苦的，这为即支吼，即支量条这啊吼，来
今仔甲咱观众朋友报告保养无保养差足济啦。来，咱来保养啦吼。好，来进广告，谢谢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健康顾问，咱佩蒂来到现场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佩蒂。佩蒂，你敢知影？咱观众朋友等咱这个寻龙鱼等有够久的4个多月啦。吼，咱真正是讲吼，就咱艰苦嘛爱等啦，对，无都无货。不是，来，我先甲大家讲一个，不是干那恁咧等俩，讲真诶，阮外口的通路嘛是拢咧等。哦，因为讲真诶，寻龙鱼吼，大家拢知影讲，伊叫做皇帝鱼，嘛是叫做活化石。啊，伊爱饲也是野生诶，爱12年的时间。啊，你若是讲人工养殖，爱8到10年。而且这中伊话交贵，你知无？伊袂使用抗生素呢。是。啊，伊的水质也很要求呢。比如说，伊的水质要很干净、无污染的水质，伊才有法度健康活泼的长大哦。所以你讲等那久，不是无原因的。是的。安哥呢，想到即马，你若讲顾龙骨，吼，顾咱这个龙条，大家可以想过寻龙鱼是安怎？对。因为伊内底有足侪软骨素，是有80%咱的人体会使吸收。啊，内底伊个有胶原蛋白这个物件，而是2型胶原蛋白，就是讲吼，保咱的软骨塑料咧，过来就是讲吼，互你的迄个软骨。较软 Q 的啦，对啦。而且你要知哦，咱的软骨不是讲干软骨需要，还有的韧带嘛需要。吼，韧带啊，过来就是咱的血管嘛需要。是的。因为你的血管也是有软骨塑料，伊会较软 Q，吼，较有弹性，较袂去瘪去。所以，阮外口通路的软骨素，阮这寻龙鱼嘛是袂做好的啦。对啊，所以讲这安尼。而且哦，观众朋友啊，咱这吼寻龙鱼咧取得的时阵，佫无共款。对啊。吼，听讲爱饲偌久啊？我来讲。8到10年，8到10年，8到10年哦。啊，相当于你讲等一周等那久，让你等待的值得，是因为阮这1公斤的精华，要用120只的寻龙鱼去萃取出来。所以讲这尔好，这个效果这尔好啦。对，是不是？所以效果这尔好，所以讲外口谁来等那久啦，不是干那你等，大家拢会等。安尼哦，啊，我来讲吼，佩蒂，咱上市的时候呢，咱都有讲过啊嘛吼，咱买这一盒就是2000块嘛。对，吼。啊，没，进前市价是2000块，你好我讲一下。进前市价是2000块，我甲大家讲，按跟原物料拢会起，过一个年，大家啥物物件拢会起，买菜、买衫拢会起，买衫拢会起。所以阮外口讲真诶，一盒就是起到2500，因为阮内底佫有一个成分叫做 MMN，吼 ，MMN 这个成分，我相信大家时代嘛拢不陌生，因为伊含李嘉诚，亚洲首富李嘉诚。好，特斯拉的总裁哦，马斯克，伊嘛拢研究这个 MMN， 真的，因为 MMN 就是互咱的细胞活化，咱的肌肉细胞活化，我给你改善你有肌少症的问题，吼，所以阮内底寻龙鱼有，吼，过来佫有这个 MMN 这个成分，所以外口一定起到2500一盒啊。是哦，啊，但是咱即马若来咧卖的时阵，咱总袂使2500一盒啊。咱进前伫咧卖的时阵，我知影讲咱是2盒一只，就卖互咱观众朋友3000块。对啦，所以今仔来就是。等待你一定会想讲来个讲起个无意思嘛？对啦。所以今仔就是讲，我赶快维持之前2盒3000块互大家。2盒3000块吼。讲咱外口安怎去？我就是今仔来就是赶快2盒3000块。但是今仔退题呢，2盒3000块的时阵吼，我咧讲啦，咱观众朋友等较久，咱佫加送一盒啊啦。真的啦，哦。送一盒。嘿，咱一个陈妈妈。头2天甲我敲一解电话，讲哎哟，我都食甲遐好，着哪会阁无啊啦？好，为着迄个陈妈妈，所以今仔就是讲3盒3000块，啊，问题咱限量50组，50组吼，50组的好啊，好，会使，安尼会使，来电话赶紧卡0800815181哦，观众朋友啊，来。今仔日吼，观众朋友啊，你买3盒对吧？3盒3000块已经很便宜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母亲节档期哦，我这罐倒手芳送的。这罐倒手芳，你只要若是吼，啊，食艰苦怪吼，啊，就安尼拔来疼，会丢大嘿来。今仔送你一罐倒手芳哦，吼，来，送一罐倒手芳哦，吼，来，啊，有的时大讲要买大组的咧，因为像寻龙鱼大组的吼，来啦。今仔日你若甲咱买大组的，3盒3000块对无？哦，3000块啦吼。你若甲我买大组的6盒，6000块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加码哦，注意听哦，我搁给上2盒。来，只有这一次母亲节档期的时候，我们再加码，再加送2盒哦，无大紧。来，注意听哦，今天石墨烯的凉被，今天凉被。
我搁送大组才送哈，大组才送，因为吼尤其是这支粮条，我甲你观众朋友讲吼，这支粮条要顾的时阵，唔是1个月、2个月，你一定要大煮的拿回去吼，差不多半冬的时间。当然，你伫咧食的时阵，炒正个月啊，就差真济啊。但是你要豆，甲伊补充转去，这吼骨末骨想拢总爱安怎爱豆补充啦吼。今仔日甲咱买6盒6000块对无？今仔日再加嘛，搁加送你2盒，无要紧。咱迄领石墨烯的2倍，吼，今天石墨烯的2倍，我搁加码哦，吼，再加码了哈。我们今天，嘿，来，吼，080081581080815181。是啊，观众朋友，咱一定爱食啦，食咱的鲟龙鱼。鲟龙鱼的软骨吼，一只鱼啊吼，伊软骨就占30%啊吼。足侪人吼食迄个沙鱼软骨素啦，但是鲟龙鱼是沙鱼软骨素的啦，15倍。15倍哦吼！你若这支粮条，若会安尼挨，会安尼酸，会安尼抽，会安尼吸的时阵安尼微胀，迄有的人拢爱去扭对无？拢爱去做修复对无？来，这个甲食的时阵，敢若袂输甲你点伊同款，豆敢若，甲你减肥，豆甲你减肥，尤其是内底佫加者 M 对无？8位诺贝尔奖，嘿，得主甲咱肯定的哈，我保证啊。咱今仔毋是好野人啦，毋是李嘉诚啦，毋是讲好做咱一定要超过偌济钱，因为今仔日，互咱观众朋友这个优惠组，每一个人拢总食会起啦哈。来哦，今仔送石墨烯的下杯哦，喂，你好。阿妹。喂。啊你，迄配送2领。送1领啦。大组的哦。大组送1领哦。大组送1领。嘿，对，8，啊，搁送2罐哦。哦，啊，我甲你买1组。买1组大组的哦，吼。好，安尼我下卡哦嘿。好，谢谢你哈。来，好，来，观众朋友啊，08008158了，注意听哦。咱今仔细组是买6盒，再加大组是买6盒，再加送2盒，8大盒，8盒就是8个月份。我这内底拢总是60粒装的，60粒装的。啊，因为呢，搁2天就母亲节，就5月份了嘛。我今仔日提早甲恁过母亲节哈。今仔甲咱出门大组的时阵，咱这领石墨烯的2倍，吼2倍哈。阮这吼，观众朋友啊，阮这领2倍时阵是有证明的呀，有证书的哈。这个是有证书的哈。哦，不要开玩笑，这个是有证书的哈。哦，不是讲有人讲我有石墨烯，有石墨烯没有，要有证书的。喂，你好，经理大哥。我买大组1组了。好，我下卡摇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经理大哥。来，感谢哈，080081581080081581，我咧讲吼，那今仔日你就是爱买大组较开好啊，吼。咱的鲟龙鱼就是咧顾你的白杂，你的白杂哈，尤其是这支吼褪掉的这支哈。喂，你好。文博大哥。文博大哥，你要鲟龙鱼吼？好。大组的啦吼。小组。哈，小组遐。好，我下开哦嘿，感谢你哦吼。来说，礼拜四好你搞，星期四好你搞啊哈。好，谢谢你。星期四让你到小组的。送左手香哦嘿，老师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嘿，文雄大哥你好，文雄嫂啊，来，你今仔要大组啊，细组的？爱大组的，大组较好啦吼，好，我下开啊嘿，好，我咧讲哦，文雄嫂，你敢捌用过？有啦，你是毋是买骨落抓？嘿啊，你是食安怎？食油炸骨啦，食了有知无？平啦，平啊，无较严重啊啦吼。嘿啦，这都撞过，较早做初冬的吼，排迄帮无排，甲油炸骨翘起啊，即摆是食过保养啦。安尼佫挂保养吼，好，就较毋免去我咧讲啦，无以前人啦，艰苦拢去做。开刀啦。安尼哦，毋好去开刀，冇啦，会当毋免开刀啦吼。好，谢谢哈，好，恭喜你哦，来哦。齐贤大哥你好。要1组哦吼。大组的。大组的吼，好，谢谢哈，好，感谢你哈，齐贤大哥，你敢捌用过啊？我。你嘛捌用过哦？
嘿嘿。哦，啊，你食了安那？食了袂歹啊。袂歹啦吼，有较坐较会停啊，袂较袂安尼微微转无啦。好，好啦，恭喜你哈，谢谢。好，来哟，桂花姐好。桂花姐，要大组细组的？啊？大组细组的？大组送一领皮呢。嘿，送一领皮哦嘿。哈。啊，两罐倒手芳哦。无倒手芳无送哦，大组细组的吼。我咧讲，大组你听我讲完了吼。大组就是搁加送2罐的鲟龙鱼，就是8盒，吼，啊，搁送一领皮。啊，你若细组就是3盒，我搁加送你1罐倒手芳，吼，送你1罐倒手芳。大组甲细组无共款哦，嘿，吼，好，来。无阿姐，来等下甲你回电话哦，嘿，我等下甲你回电话，好，我拢总满线。来，拢总满线哈。好，来线口互恁接啦，来老师啊，互你唱歌，因为现在起来都是新朋友哦，哈，1603这个新朋友，武忠大哥，谢谢你哦，哈，来，恁若吼。拢要搁改单的啦，好，来，我讲，来，老师你准备唱歌才对吼，我伫遮甲咱观众朋友报告者，小组的3盒，对无？3000块，我就是加1罐倒手芳。大组的，咱就是搁加2盒啊，对无？6盒，但是咱搁加你2盒，2盒无大紧，搁加1领，咱的2倍，吼。咱的石墨是2倍，所以我大组的无倒手芳，细组的有倒手芳，无迄领皮，安尼了解无？来无清楚无了解，再搁敲电话啦吼。好来哦，明显大哥。我来一边咱来个。来，明显大哥。哦，啊一边个先把握这个机会，把握机会。大组的啦吼。人甲物件拢共款，吼，你到一个这个年纪来的时阵呢，你也袂晓讲照顾你家己，吼，艰苦嘛是家己的就对啦，吼，来。温情深似海，清凉海风吹的是边，你咱相撮。海见，亲像海鸟惺相对，你的爱情是看是，无以为着做。会记你，我袂牺牲我自己。温情深似海，愿意甲放袂记。凉海风吹的是边，你咱相撮行海行，亲像海鸟惺相。爱情是看是，无以为着做人会记你，我要牺牲我自己。
温情深似海，永远甲放袂记。深似海，永远甲放袂记。这首就是这个台语的怀念金曲啦。叫做温情深似海，非常感谢咱的观众朋友对咱江林甲谢芳林伊所这个听秀吼。好来，咱即摆就时间的关系，先来甲优一个奖，再搁继续来。任河大哥，喂，不是河气的河哦，伊是河水的河哦。河水的河哦。特别交代，我是河水的河哦。中足的音乐较走落去。哦，来，歹势拄则无听到哈，游仁和大哥，吼，游仁和大哥哦，恭喜你哈！哦，咱一领，今仔是石墨烯的2倍一领哦，嘿，好，恭喜你，来。今仔日吼，甲咱观众朋友探讨的，咱尤其是这支龙条，一定要甲顾好，吼，唔好讲食到老啊，直直鼓起，啊，听甲安尼真艰苦，微微整来。今仔日有足侪咱时代特别咱啊，甲咱买第3摆、第4摆拢总有啊哈。伊讲我长期都拢咧做保养啊哈。来电话录节目了后，电话继续卡。080081810800815181，祝你健康快乐，明仔载赶紧时间继续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